伫台南大学附设实验小学的活泼舞蹈，甲附设中学的家己队含热舞社的热情表演，国立台南大学今仔日欢庆122周年的校庆，由校长黄宗贤带领该校的师生以及3间附设学校，共同伫个府城社区来庆祝，并且举行节目开锣仪式，场面热烈。庆节目。我们刚刚看到同学们的表演，我们都觉得南大前学员以及我们台湾的教育，我们学校的小朋友充满着活力。我们从这里看到同学们未来发展的潜能以及希望。我们台南大学在庆祝122周年校庆，在人才培育，我们看到了希望。我们觉得未来同学们的潜能一定获得很好的开展，学校充满着希望。在开幕式会后，台南大学嘛举办师生研发的成果发表，由校长带领该校教育、人文、理工、环境甲生态以及艺术等6个学院举办成果发表，其中所谓学习科技科系，利用所谓行动装置设计开发医疗临床的情景学习的服务系统。以及针对儿童的 STEAM 学习，开发兼具趣味性甲学习性的智慧学习机，分别得到今年甲去年 AI 创意竞赛第1甲第3名的好成绩。大家可能会发现大部分的这个 STEAM 强调 STEAM 的这个学习的教材或教具呢，基本上大多以 STEM 为主就比较缺乏没有这个 A 的部分那我们一般讲 A 是指什么？多 Art 的部分，但是你看到很多基本上都在玩机器人，对，不然就是在玩这个程式设计，所以呢，很少有这个真的把 STEAM 的概念把它这个完整的呈现出来的。所以呢，我们的想法是说，如何设计一个有意义的这个 STEAM 的学习机制跟服务。那透过这虚拟家教呢，可以做智慧的诊断跟回馈，跟这个学生儿童说你哪边有问题，他应该怎么再做这个复习再做精进，然后呢，再透过这一个智慧的诊断分析呢，可以让他自己知道状况。还有家长可以透过手机就可以一手掌握学生还有他小孩的一个学习状况。国立台南大学122周年的校庆下咧活动，对今日起正式展开，伫12月19甲23两天，还有运动大会。以及杰出校友的颁奖典礼，欢迎各界做伙来参与。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